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 啊。香港嘅私宅其實已經由高位咧回落咗30%嘅啦，所以過去嗰半年咧，首住宅買賣都係破千宗嘅。主要原因咧就係有好多嘅投資客啦，同埋用家都趁呢個時間咧去撈底買翻啲筍盤。而我今日咧亦都嚟到咗呢一個西半山，住得西半山嘅大老闆咧都係中意去呢一度低密度高私隱啦，因為寶山道咧成條馬路其實好少住宅供應嘅。尤其係呢一類講緊過3700尺嘅超級大平層。咁而家寶豐咧成個樓盤嘅標準樓層單位都係一層咧就係只有2房，前面咧就係可以欣賞到呢個好開揚嘅一個西九嘅海景。我哋而家一齊開箱呢一個4100尺嘅超級大平層。入到嚟咧喺呢個中間嘅飯廳位置已經可以放到一個有12人嘅大圓台啦。咁就啱晒大老闆咧邀請翻佢哋嘅親朋好友或者啲 VIP 貴賓一齊過嚟聚餐，一邊望住呢個咁超嘅西九海景咧，一邊喺度咧聚餐，過時過節都非常之有 face 嘅喎。入到嚟呢一個客廳嘅範圍，除咗可以放到坐到大約係10幾人嘅梳化位之外，最正嘅就係呢一個嘅270度嘅景觀窗，拉到最闊，任何角度都可以欣賞到出邊呢一個咁舒服開揚嘅一個西九嘅海景。好啦，而家出邊嘅呢一個昂船洲大橋已經開始慢慢着燈啦，可以欣賞到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個貨櫃碼頭嘅一個景致。一邊喺度品嘗啲紅酒啦，一邊望住呢個咁超嘅海景，簡直就係人生一大享受。第一個房間可以望到呢個西九海景，完全係可以做到3邊臥床啦，樓底高度有標準嘅3.5米，帶翻個嘅自己嘅獨立衛生間，做翻個獨立嘅淋浴空間。用翻高級嘅黑色雲石做翻呢個材料，帶大家開箱最靚嗰間主人套房啦。入到嚟已經係一個巨型嘅衣帽間嘅範圍，非常之闊落，就算有再多嘅衫褲鞋襪都完全冇問題。呢一度俾咗1、2、3面嘅落地玻璃窗，採光度完全冇問題，亦都係正向住翻最靚嘅嗰一個西九海景啦。香港嘅夜景都係非常之迷人㗎。咁住喺呢一度咧，就係隨時都欣賞到呢個咁靚嘅景致啦。嚟到阿 K 最中意嘅主人套房嘅衛生間，大家一定要過嚟睇下。呢一度咧就將2個洗手台分翻開，每一個洗手台都俾咗一個咧巨型嘅呢個鏡面，浴間同埋呢個坐廁分隔翻開，做翻乾濕分離嘅效果。中間就配置咗一個鵝蛋型嘅浴缸，完全就係一個超級豪宅嘅一個標配嚟嘅。第3間嘅套房咧，就望唔到海景啦，咁但係出邊都會有翻呢個綠油油嘅山景咧，可以補償翻嘅。大家最中意嘅名次嘅設計啦，連嘅大鏡櫃，住得呢一種超級大平層嘅老闆一定好多嘢要放嘅，所以就準備咗一個零零丁丁嘅儲物室，咁就可以將你屋企嘅用品啦、雜物就放喺呢一度去收納翻佢啦。行下行下，阿 K 都有啲迷路嘅感覺。呢一個房間亦都係做翻1、2、3面嘅落地玻璃窗，呢一度亦都係一個空間闊落嘅衣帽間嘅範圍。人咧，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到呢一份嘅私隱啦，同埋尊重。我哋會先經過呢個 open area， 首先就已經準備咗2個去到人咁高嘅紅酒櫃啦，方便翻老闆咧去收藏翻自己珍藏嘅美酒嘅。上面咧就係一個透明嘅 display 櫃，可以放翻自己中意嘅一個收藏嘅器皿，或者外國買翻嚟嘅一啲好靚嘅杯杯碟碟，就可以喺度展示翻俾你嘅朋友睇翻嘅。入到嚟呢個廚房真係不得了啦！入到嚟首先喺一個中度吧台嘅位置，寶豐呢個樓盤咧個廚房最特別嘅地方，亦都係佢最大嘅優點咧，就中式嘅呢個爐具。點解有啲老闆佢自己係本身中意食中菜嘅話咧，先間廚師過嚟咧，去炒翻幾味俾佢去嘆下嘅，亦都係有翻呢個西式嘅呢個爐頭。呢一邊仲做埋一個透明嘅 display 櫃。呢邊都俾咗2個嘅焗爐大家啦，收納空間嚟嘅。呢一度嘅廚房嘅配置非常之豪華，絕對係配得起主人嘅呢個尊貴嘅身份啦。首先穿過呢一個好有豪宅氣派嘅白色大門，私家電梯大堂啦，貼心咁準備咗個衣櫃啦，咁出門之前可以披翻件外套，就舒舒服服咁樣等 lift，咁就可以好輕鬆咁樣落樓噶啦。佢就係位於呢個西半山啦，而西半山嘅校網咧，小學就係呢個11啦。另外中學咧亦都係中西區嘅，所以其實呢一區有好多名校咧係俾家長去選擇翻。咁西營盤咧，坐1個站就已經可以去到我哋香港最出名嘅香港大學，亦都係點解咁多老闆中意揀西半山豪宅嘅原因啦。如果你都揾緊呢一類低密度高私隱生活空間咧，寬敞舒適，而且擁有呢個名校網，快啲約阿 K 過嚟參觀呢度現樓。
一齊感受下呢一個香港咁璀璨迷人嘅一個百萬夜景啊！